之前都講過，一拆咗3組咧，每一組個形勢都比較懸殊㗎。咁而今次我嘅重心咧就係擺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係我贏到開晒行嘅 CP 啊！啱啱個禮拜日咧就上演咗1年1度嘅谷草日賽啦。嚟緊禮拜3繼續啊喺快活谷啦，會有9場賽事嘅，頭場6點40分鐘開跑。記得上期咧，我哋焦點啊放喺女將黃寶莉身上啦。咁啊，佢啊人生第一次咧喺快活谷度正式披甲上陣啦。而今次嘅焦點咧都係女將嚟嘅，皆因咧由英國嚟嘅杜婉欣咧正式展開佢嘅客串期啦。咁過往咧，大家都會見過佢啲功架㗎啦。咁啊，嚟香港客串又好，或者喺啲越洋賽事咧都見過㗎啦。佢嗰啲硬淨程度咧，尤其是鬥後勁啊，即係比起藍騎師有過之而無不及㗎。咁希望借住今次咧一個短短嘅客串期咧，會唔會帶嚟衝擊啦？衝擊一下我哋啲大哥啦、潘頓啊、布文咁樣，等佢哋咧都肉緊一啲啦。杜婉欣一嚟咧都已經有唔錯支持啊，今期有7匹嘅坐騎啊，部分咧都有爭勝機會嘅。我自己個人咧就好欣賞呢位女騎師啊，喺呢個零月嘅客串期之內咧，我都會咧稱先佢啲馬，希望佢有好嘅成績啊！今期9場裏邊咧，佔咗3場就係嗰啲4班1000米賽事啦。咁之前都講過，一拆咗3組咧，每一組個形勢都比較懸殊㗎，可以爭勝嘅馬咧離不開係嗰3幾隻咁樣。咁而今次我嘅重心咧就係擺第3場咧，都係呢啲1000米啊。咁啊馬膽方面就揀11號嘅建測精英。建測精英咧本身就係嚟自北半球嘅自購馬啦。上季插入3班之後咧，因為都要有啲時間適應水土啦，所以咧早段嘅表現咧實在係麻麻地嘅啫。直至到咧1400米嗰度咧有一隻嘅第4啦，有翻啲微博俾大家睇下咁樣啦。咁啊再隔一個暑假咧，去到今季咧，希斯咧直情一索性啊，將佢縮佢去短途1200米嗰度啊。咁啊，結果咧都有翻唔錯嘅走勢喎，包括咧季內第1場嘅賽事啦，喺個前草1200米嗰度咧就跑過第2，同嗰隻嘅快活英雄咧就串跳咁，快活英雄咧之後咧再出嚟再贏咁樣，水準都幾好嘅。咁啊之後啊近呢2場咧就唔好彩啦，排住個外檔啊，2場都12檔，咁啊早段咧就要焗住留後咁樣，咁結果咧2場都追翻啲上嚟，有啲追勢㗎嚇。咁今次咧個檔位好翻啦嚇，走過嚟谷草之餘咧排住個1檔啊，咁啊繼續用黃志宏減磅咧就117磅嘅啫。咁啊面對住咧呢組咧其實冇乜放頭馬，佢有翻咁上下嘅前速啦，可以咬住啲 box 位置，即係3至5位咁樣啦，慳晒位之下有機會呢一場咧賺到啲形勢咧，個對手唔係好強之下咧，呢隻馬可以有機會咧攞到去今季啊，或者係嚟香港之後嘅第1場頭馬㗎。嗱，預計呢場咧早段嘅步速咧唔會太快嘅，咁所以建測精英有1檔啦，用翻佢入 Q 嘅時候嗰個跑法啦，即係守住啲3至5位咧，憑住佢一啲嘅較好嘅後勁咧，有機會贏啦。咁啊，究竟邊隻馬會放咧？咁睇嚟睇去咧，全組裏邊咧最快嗰隻都係2號嘅飛輪爆喎。嗱，上次咧都有介紹呢隻馬做馬膽啦，咁結果跑第3，其實係失望少少嘅。咁啊後尾咧就睇翻啦，會唔會係因為裏邊咧有隻嘅飛龍在天一路頂住佢啦，咁變咗佢貼唔到欄，削弱咗佢，咁啊變咗咧就臨尾就叫腳軟少少咁樣啦。咁今次雖然再排外檔啦，但係睇翻成組咧真係冇一隻咧快馬喺度喎。只要潘頓啦早段積極咧殺到埋嚟嘅話，貼住條欄，佢自己撳慢嚟放咧，咁有機會咧繼續賺到啲形勢啊，步速形勢咁樣嘅。咁啊，畢竟呢隻馬咧跑過4場，全部都入前4嘅，咁整體嘅表現咧都比較準成啦。咁啊唔可以話特登飛咗佢，咁所以咧繼續咧楞住佢做配腳啦。嗱，頭先所講嘅杜婉欣咧喺呢場係騎9號嘅長隆區啊。咁呢匹馬今次咧幾多變數嘅，以往咧就多數跑田草1400啦，咁啊都有上名過嘅，咁但係始終係對手比較強啦，得個近字啊，成日都係2至6名啊，一啲獎金名次咁樣。咁今次咧練馬先5棚子啦，安排佢轉場咯，轉谷草啦，而且縮程去遷移啦，呢啲對手其實係弱一截㗎啦。咁啊排住個內檔，咁呢啲馬咧就比較懶性比較大咧，係好啱杜婉欣咧去騎噶啦。希望咧喺末段嗰度咧散起佢啦，好似騎牛咁騎咧可以發揮一段咧後勁咧，有機會有一個唔同嘅表現嘅。咁所以咧今次都要愛埋佢㗎嚇。第4選方面咧，本來應該係揀隻5號嘅紅桃新星嘅。咁啊話晒上次咧喺一個比較難追嘅情況之下咧，衝上嚟有個第3，不過咧今次就由冷又變熱啦夾晚開飛咧。得嗰5-6倍嘅啫，咁今季阿賽咧咁啊冷門有啲分頭嘅馬咧個表現係好啲，反而一變咗熱咧，大家要小心啦。咁既然係咁嘅話咧，
推介另一匹半冷馬俾大家啦，就係12號嘅盛世威風啊！嗱，呢匹馬咧雖然從未上過名，不過咧喺上季咧跑呢個路程咧已經有個走勢嘅，後追衝上嚟有個第5啦。咁去到上一場咧季內復出啦，沿途包尾㗎嚇，入到直路咧沿住內踏咧追翻唔少失地嘅，都有少少進步感嘅。咁況且何言咧近期都有啲冷馬啦入位啊，甚至贏出㗎。咁有個內檔啊，用阿田泰安睇下會唔會執下咧，有啲3344咁樣啦。咁如果佢入到嚟嘅話，啲單 T 或者4連環咧都會好分啲嘅。咁所以咧，愛埋呢隻12號嘅盛世威風咧。總結今期 Q 位至 Q 推介，第3場11號建測精英破2號飛輪霸、9號長隆區同12號盛世威風，祝大家贏到開晒行！講完我今期嘅重心推介之後咧，輪到我嘅好拍檔 Dorothy 以動物傳心嘅角度咧睇睇啲馬仔晨操嘅狀況係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 Dorothy， 今日同大家睇嘅就係11月5號第9場嘅晨操。好，第一隻叫做包裝創新，咁包裝系列嘅馬呢，不嬲都好叻噶啦。10月30號呢，佢就大步跑嘅，咁11月3號呢，都依然係大步跑嘅。咁我見到佢呢一個晨操就未出盡全力嘅。咁第二隻就係立百川，10月26號呢，大步有彈跳咁嘅功能啊！你睇下佢彈下，咁啊大步都係輕輕鬆鬆咁樣跑去終點嘅。包括4場11遙遙入上。10月30號呢，8場4號感覺上去呢，佢就同9場4號得到後獲，依然都係大步彈跳咁，但係就有少少辛苦咁啊，衝去終點嘅。好，第3隻嘅就係睇呢隻叫勇霸龍啊。勇霸龍呢，10月30號跑步即係一般嘅啫，就唔算太高速，亦都唔算太快嘅。咁11月2號呢就唔同啦，佢就同隔離嗰隻就鬥過嘅，回勇嘅，有追馬嘅，佢係識得跑，努力啲衝去終點嗰隻嚟嘅。咁另外睇呢隻叫有財有勢，10月30號呢，哇，名副其實啊，有財有勢，有姿勢有實際添，好快啊隻馬，睇到佢嗰個速率都好快嘅。11月3號呢，依然係有加速嘅，同埋好急啊隻馬，自己都好急切咁樣去跑去終點嘅。咁呢隻有財有勢，我幾中意啦。咁嚟緊呢隻睇嘅呢，就係叫銀亮奔騰，10月25號呢，就只係好輕鬆咁彈下咁樣，自己輕輕鬆鬆彈跳咁就跑去終點嘅。11月2號呢，就認真咗少少，但係依然係見佢彈下輕鬆咁就跑去終點嘅啫。咁到期時睇下行圈啦。好，嚟緊睇呢隻叫做紅海勁。哇，紅海勁啊，果然勁啊！佢好大步咁攬住咁樣去嘅，睇條尾就知啦，都冇乜點樣耷低過，好衝得啊呢隻馬。11月1號呢，依然衝得嘅，但係就都係一般咁樣衝去終點嘅啫。咁嗰日都要睇佢嘅行圈狀態啊，呢隻我都中意噶。咁啊，睇緊呢隻叫開心勇區。10月29號呢，彈住咁跑住咁去，一般嘅啫，就唔見到佢係好快嘅。咁11月2號呢，明顯係快咗嘅，睇條馬尾就知嘅啦，都冇乜點樣落嗰個 pat 度，都跑得幾快噶呢隻。咁啊，嗰日都要留意去行圈啦。嚟緊睇呢隻呢，就大學生，之前啊大學生贏過噶啦。10月29號呢，跑步即係一般啫，你睇個馬頭啊，側埋一邊添。大學生就都要留意啦。11月2號呢，哇，好快啊，啵拎啵隆咁啊，好似要趕住去衝去行畢業典禮咁啊，好快嘅。嚟緊呢隻就係叫壯志凌雲，10月30號呢，步速啊一般啫，睇到4隻手腳嘅。係一般咁跑嘅啫，就跑去終點。
咁11月3號呢，壯志凌雲好似仲比之前10月30號慢咗添。咁一般咁樣跑去終點啦，咁冇乜睇頭嘅晨操。10月24號睇呢隻叫開心三寶啊，好快，好大力咁坐落笪地嘅，見到佢。咁呢隻馬嗰個顏色我都好中意嘅。咁11月3號呢，依然係有衝勁，依然係快嘅。咁呢隻開心三寶我中意噶。到其時就再睇一睇佢行圈嘅動態啦。好，嚟緊呢隻叫大千氣象。11月3號呢，哇！大千氣象，我個頭咁去馬，好快添。絕塵跑到咁嚟緊呢隻就叫做樂勝天下，就10月31號跑就一般嘅啫，你係見到佢係跑得快嘅，但係就一般啦。11月3號呢，跑姿同10月31號係比之前嗰日係快一啲啲，咁到期時都要睇下佢嘅行圈狀態啦。咁今日 Dorothy 嘅心水有邊幾隻呢？4號嘅有財有勢啦，6號嘅紅海勁，10號嘅開心三寶，同11號嘅大千氣象。咁當然啦，職場嘅動態非常之緊要嘅。想知道我哋各位主持臨場有啲咩獨家心水嘅話，記得成為我哋嘅贏到開晒行付費會員啦。